各位嘉賓大家好啊！咁我首先謹代表中銀保誠資產管理，咁好多謝資本雜誌頒發呢個強積金大獎俾我哋啦。今年其實係一個即係大家可能睇新聞各樣嘅傳媒雜誌都會見得到，今年係對於強積金嗰方面呢係一個好大件事，因為大家都可能睇到就話嗰個積金易平台啦。咁我哋喺6月5號就已經上咗積金易平台啦，中銀保誠。咁而我哋嘅工作咁當然啦，未完嘅，而只不過係一個新嘅開始。新嘅開始係咩呢？我哋會圍繞住3個維度咧，為我哋客戶咧繼續去做。邊3個維度呢？第一就係話喺積金易平台上完之後，我哋要協助我哋客戶去點樣去熟悉呢一個新嘅叫做平台或者軟件嘅方面，呢個第一個維度。第二個維度就係話上到平台之後啦，我哋有啲乜嘢嘅額外增值或者附加嘅服務，可以一啲新穎啲配合頭先陳副局長所講嘅一啲創新嘅科技啊、金融嗰方面嘅範疇，去進一步提升我哋嘅服務。呢個就係第二個維度啦。咁當然第3個維度就係產品研發嗰方面。我哋亦都會去諗一啲唔同嘅叫做基金嗰方面嘅種類，或者係適合我哋依家現有新興嘅朋友嗰方面嘅叫做投資嘅取向。呢個我哋第3個維度會咁樣去做。咁所以嚟緊我哋會繼續去努力去為我哋嘅客戶服務。咁而希望我亦都借少少時間，亦都呼籲大家啦。因為個人嚟講呢，如果大家係未登記嗰個積金易平台呢，好簡單，可以去登記，同埋同一時間用呢個呢，至方便啦，更加方便。而大家如果譬如話我要好複雜喎，唔係好知道點樣登記，除咗積金易平台之外呢，歡迎大家俾電話我哋中銀保誠，我哋同事呢，亦都可以啦幫大家去登記積金易平台㗎。好啦，咁呢度最後再一次多謝大家，同埋祝願大家身體健康。